讲到台湾茶，大多数人会闻到有名的高山茶，也算北部的东方美人胖凤茶。对茶有研究的人，还分得出各种茶的特色的。不过，喺讲到港口茶，第一人拍入社会，想去睇茶行买到，还个系无咁简单。也係睇台灣清南片嘅茶山區，咪係正宗嘅武夷茶。因講係鄉村三寶之一，尤其更加能扎個係啲春茶，還個係港口茶一定站嘅等級。看下來看下先，台灣味嘅港口茶有乜嘅特別嘅素材？而台灣辣茶農摘茶數冇停過，一隻茶園當特別，幾套台灣味。順頭冇幾遠呢，就看得到大海，還有講嘅線橋。就看見茶農當無限，有人頭順香港，也特別落山風有幾嚴重嘅，也係恆春半島有名嘅港口茶葉。朱水賢今年70歲嘅，摘茶數腳行喺當家，佢喺也去少數行頭中港口茶嘅茶農，摘茶摘嘅10年。他搬到台灣的時候，首先就是在屏東縣內埔那個帕提鎮，他們都在那邊都是講客家話。後來那個光緒元年建成的時候，他就拿到大陸去拿那個茶種來種給那個恆春縣令。縣老爺應該講起來係清光緒元年啦，就係1875年啦，一個俺哋恆春縣令啊，第一任的縣令啊，講朱有基啦吼，伊個要飲茶，啊偶然機會睇下來到下咧，伊個機會是飲到一個港口茶，個安和的茶用的啦，啊就鼓勵人來種啦。問一下，你茶葉是怎麼摘？摘出來什麼樣子？哦，就這樣摘啊，一心兩葉。是這樣摘出來就是這樣，就漂亮。這個是手工，這個叫做手工摘的，這樣一心兩葉。共樣係一心兩葉，港口茶米是落高山茶無馬共樣，因為中途大海拍喺台灣南片，生長環境係半年落雨，半年遭旱，落台灣中北部嘅高山茶，睇長年同蒙沙導鹽嘅條件完全無共樣。故所以長途採樹的春茶，係港口茶一定讚呢。我們這裡是氣候比較炎熱呢，它採茶，有沙水哈，一年可以採6次了。那這個北部的一年採5次了。我們這個春茶是比較提早了。伊雖然是低海拔，一般像我哋中部地方嗰度海全部啲海拔，攏個高地方嘅，我哋只要提100公尺以下。50公尺到100公尺嘅，所以按大低海拔可以種出安好嘅茶出來。將摘下來嘅茶槍一停定帶進去，摘下來還要當到工，茶槍一先拿來，本期較夾到發。那個上面的茶園要一個小時半，那我們這裡太陽比較陽光比較那個熱呢，要一個小時做一下結伴就是對了。港口茶識得多也特別爭議嘅落山風，有其自家風格。飲起來當溫和，不過就像高粱酒樣嘅，落嘴過後又濃又香。有人講也係台灣一定傳奇嘅茶品。港口茶的特色，它的泡茶這個溫度哈，要在差不多90度左右了。那泡茶的時候，茶葉不要放太多，第一次不要洗茶了，這個沒有殺農藥的，可以第一次也是可以喝的。
朱福仁不但係行人，還後使到福建嘅武夷山種茶，包括年前將武夷茶嘅茶種帶過來，種到台灣清南片恆春半島萬竹鄉江口村嘅山牌巷，安名叫做江口茶。我們祖先是原來是在廣東省梅縣，後來我們回去的時候，他已經來到那個福建省在種茶葉。下來我阿公、爸爸都會講客家話。到我們這一代啊，我的媽媽呢，她是河洛人，已經不會講客家話，我只會聽懂了，但是不會講了。就是到這一代，就是說都講閩南語。一個都佢保存嘢，佢傳統嘅客家嘅那個後代啊，吼，雖然用話唔少就講嘅，但是喺生活習慣，包括一個稱呼方面，就阿伯啊，哦阿叔啊，然後阿叔啊、阿伯啊、阿舅啊，哦，這個一個稱呼啊，哦，很相同嘅。江口茶種青島時節，每張20甲邊呢，每當在微數之中的。韓國一條中途東北季風、北風嘅山排天，南約氣候沒有配合得到。祖孫型係種青島江口茶嘅茶農，也未搶種吉蘭天天。我們朱家是5甲多地了，後來那個鄉公所有推廣到20多甲了，那現在數量比較少了，請工人哦請不到採茶，所以數量比較少一點。人家有1年哦，差唔多從達5張到6張一個落山風啊，哦，所以有一個北風面，哦，咱可以種喺個後頭。天氣呢也土質啦，也 pH 值哦，喺4.5、4.7左右安尼哦，唔強酸呢就做唔得，哦，所以一個茶目前就是江口同滿族嘅羅福山啊，羅福山有部分嘅山坡，就兩個地方還可以種的。茶通打開貴簡嘅配香，祖孫型堅持唔寫農藥，佢講種茶先用當蟲藥。收成比較少啊，那都是手工的啦，都收成比較少，就是做信用啊。現在的人是怕殺農藥啊，採多少賣多少啦，是這樣。有時節，佢還會用老飯去包茶米，再個整廣發可以呢，也係夾把高本機嘅手工業。以前這個用這個手工包的呢，是我爺爺過來，我爸爸都在用這個手包，4兩包一包，一包是我知道的地方是在5塊錢，一包賣5塊。夾把辣茶用高本機嘅時節，實來佢講也係會賺錢嘅書。唔過以下種江口茶見來見少，強冇人愛食。採下來賣出去都有錢了，叫我繼續種這個茶葉了。那到我現在下一代的時候呢，是工人很不好請了。但是我有個孫子沒有讀大學呢，高中畢業呢，我會繼續我做這個行業。那我那麼堂兄弟他們呢，他們的兒子呢，有的做警察啦，有的在教書啦，他們以後就是要廢掉了。做暗鄉嘅江口茶，祖孫係希望日後生業做得搶夾嘅口感樣嘅，先富後甘，希望一隻恆春三寶嘅其中一寶，做得繼續傳下去。